新屋入伙之前，一般上我哋都會做啲裝修嚟整靚嗰間屋去。而石膏板、巴斯斯靈係其中一個會花心思大啲 design 嘅裝修之一。尤其呢種設計裏邊有放 LED 燈打出嚟嘅，哇，幾靚啊！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咧，我都係建議大家做啲平面嘅視鈴設計會比較好啦。因為呢種突入去或者係凹出嚟嘅設計，好容易造成橫梁煞，亦都係我哋所講嘅橫梁壓頂。喺風水玄學，所謂嘅橫梁壓頂就係屋企上面有樣嘢，一個無形嘅重量壓喺你嘅頭上，導致影響情緒、精神、健康、氣運上嘅壓力，尤其床頭、沙發、書台呢啲重要嘅位置，影響更大。長期坐喺橫梁之下，一日兩日係冇咩感覺嘅，但係1年2年之後咧，問題就會慢慢出現啦。咁我哋又拋開風水玄學唔講啦，用科學同邏輯嚟分析。呢啲突出嚟嘅石膏板其實係好容易堆積嗰啲灰塵同病毒嘅，尤其係啲曱甴同埋鹽蛇好容易死喺裏邊，而我哋又好難爬上去打掃同清理，尤其床頭上嗰個視鈴，所以久而久之嗰啲灰塵我哋吸落去之後就會影響我哋嘅健康，間接性影響我哋嘅睡眠同思維，導致我哋無法在職場上正常發揮。所以話橫梁壓頂係咪搞到你壓力大、精神差、冇運行呢？如果你有風水問題，或者你想買屋、買鋪頭，甚至乎買廠，都歡迎你聯絡我 Jackie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